我郑重甲你介绍，隆重甲你介绍这个大名鼎鼎倒当市长。啊，那这个哦，就是我南部远方来的朋友，姓高。嘿，对，来，敬一下，敬一下，敬一下。都得，来听钱啊，你讲你。赞赞，马姐。都当会请邀。多谢。好嘛，留起来啊！哦，远方的朋友来啊。小慧。什么啊？这一张哦。都当的啊，三撇啦，即马行情三撇啦，嘿啦。谢谢啊！哇，这亲友小姐安排，你唔好坐遮，即马这是远方的朋友，这里是贵宾，倒当市长，你坐因两个中，来，你两个对我坐，哎呀！都当的，那就安行呢，我做阿勇的啦，来，我敬你，来。倒当，这内面上安排。哦，来，是，敬谢，留起来远方的朋友来。都当的，啊，有闲较食来捧场的啦。三撇。这是。哎呦，都当的，这内面上安排，咱三撇哪有够？恶面的啦。啥物好做恶面？上下面迄搭，上面迄搭啦，对啦，对，啊对。嘿啊！耶！多谢啊！俺老用就较食来捧场。钱啊！安怎？你甲看卖，咱拢恶面的。当今日生意就歹，才坐两摊。哎呦，那唔甘啦！什么这水的姑娘才坐两番尔，歹紧，哎呀唔好，较惊才甲你算出场。对，我拢朋友来。算出场是的啊，多谢。
赶快我都算出场了，对呀，算出场。嘿啦，今日哦，看内面的小姐几个总算出场啦。做要算啦，啊，那安尼哦，咱即马先介绍个，你出来。买单，倒来，阮拢个朋友留起来，较袂留起来啊，董事长呢，你留起来，我开。都爱算迄什么啦，总体，春的吼，那春的你也讲长青好爷小费，好爷小费请你看我朋友。对，应该。啊，我来开呢。你开无？啊，村的搁抢你的名，小伙啊。这好。哎呀，你这人根本都甲俗语一句话咧讲共款啊。安怎讲？用别人的拳头某咧争石屎。